主后2023年1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考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2章第1节到24节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上帝考验亚伯拉罕，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带你独一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，去摩利亚地区，伫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，将伊献做烧化祭。隔日透早，亚伯拉罕甲女仔白碗带2个仆人甲伊的囝以撒，甲烧化祭要用的柴破好势，出发去上帝指示伊的所在。到第3日，亚伯拉罕抬头看到远远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：恁甲女仔踮遮听候，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，后来会转来恁遮。亚伯拉罕将烧化祭的柴，互伊的囝以撒爱，家己手提刀甲火种，然后2个人做伙去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：阿爸，伊讲我的囝我伫遮。以撒讲：火种甲柴咱拢有，毋过献烧化祭的羊仔伫倒位？亚伯拉罕讲：我的囝，上帝会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仔。2个人就做伙行，引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。亚伯拉罕伫遐起祭坛，将柴摆伫祭坛顶，伊甲伊的囝以撒拔地，下伫祭坛遐个柴的顶面。亚伯拉罕就甲刀举起来，要杀伊的囝。上主的使者对天顶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！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使者讲：毋通下手，毋通伤害即个囡仔。早我知你敬畏上帝，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底，毋互我。亚伯拉罕举头看到后面有一只羊羔，甲踮伫规坡的树仔。亚伯拉罕就去甲迄只羊羔掠来，代替伊的囝献做烧化祭。亚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上主以勒。到今仔日，人还得讲，伫上主的山，伊会看顾。上主的使者第2遍对天顶叫亚伯拉罕讲：上主讲，你已经做即个代志，无留你独一的囝毋互我，所以我立誓，我一定要加倍赐福你，互你的子孙人野加添真济，亲像天顶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后代要占领对得的城。地上万国要对你的后代得到福气，因为你听趁我的话。亚伯拉罕倒来伊的仆人遐，因就做伙出发去别是巴。亚伯拉罕就住伫别是巴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有人甲亚伯拉罕讲：米甲甲你的小弟拿互生囝。大囝乌斯，第2囝布斯，阿兰的老爸基摩利，基色、哈瑟、必达、约达，甲利毕加的老爸比土利。这8个拢是米甲甲亚伯拉罕的小弟拿互生的。拿互的细姨流马生提拔、加含、他哈、甲玛加。
考验讲到考试上有反应的，应该是学生，特别是108课纲实施了后，真侪考试无搁再是照本宣科，课题变化多端，考验着学生的能力和应变。若是常常会抽考，迄着搁较互人受吓惊、害惨，拢袂晓哪会考甲安尼，课本哪会拢无咧教，这也讲出学生的心声。总是对老师来讲，考试的目的并毋是要打击学生的信心，是要鉴别学生的学习状况，究竟是会晓，还是犹原毋捌。因为科技的进步，思想的跃进，学习方式的调整，测验方式也着有所改变。总是目的也是期待学生的学习会当调整、修补和有所收获。咱面对人生的无共阶段，也有真侪无共考验。初入社会的阶段，就业适应的阶段，拄单结婚的阶段，拄做人爸母的阶段，破病的阶段，生理失败的阶段，互人误会的阶段，失去自由的阶段，失去至亲的阶段，面对死亡的阶段等等。伫这个无共人生的阶段，咱用什么眼光来看待咧？咱搁用什么态度在面对咧？古代近东地区有献初色的米做祭品的风俗，包括献初色的五谷、头上生的净生，甚至伫特别的情况下献大囝做祭。伫即款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下，上帝对亚伯拉罕出的即道考题，通讲是考古题，并毋是袂当理解。总是伫即款的情况下，两难的是，亚伯拉罕假使是听趁命令，杀死囝儿以撒来献祭，安尼上帝透过以撒赐伊做后裔的应允就会受终结。总是假使伊无顺从命令，安尼就背弃上帝。到底亚伯拉罕着安怎做较好？考验常常是透过困难，互人心内真实的想法显明出来。咱若简单甲即个故事当作平凡的考验，就无法度了解伊真正的意义。对搁较深层来看，即个考验的行动是在伫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真诚的互动，迄就是上帝的陪伴以及亚伯拉罕相信。伫即个事件中，上帝是考验者，也是供应者。即个故事甲咱讲，上帝有自由的主权，也有怜悯和信息。若是受考验的亚伯拉罕表现出顺服的态度，咱明白家己所信的是谁，相信上帝的陪伴，搁放手互伊带领，互即次的考验搁一遍诚侪信心的宣告。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旧年9月8日过身，享寿96岁。一生留落真侪美好的典范。伊捌讲，每一日拢是新的开始。我知影安怎过我的生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努力做正确的代志，眼光放互长远，尽我所会去信靠上帝。默想，我有经历过上帝的考验无？假使有，
是倒一方面的考验？我是毋是有通过遮个考验？经历遮个考验，我对生命有甚物新的体会？我有经历过上帝的考验无？假使有，是倒一方面的考验？我是毋是有通过遮个考验？经历遮个考验，我对生命有甚物新的体会？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听我，带领我经历人生真侪阶段和各种考验。愿我伫这中间继续学习顺服你。愿我一生拢伫你带领中经历你的恩典甲慈悲怜悯。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